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你嚟到我 channel VIP Money Talk 啊！呢個禮拜經濟一周咧，呢個禮拜嘅市場再次上升啦。不過記住一句嚇，升市咧就唔代表風險消失嘅。截止4月10號啊，全球股市都普遍上升㗎啦。原因就係市場預期咧中東戰爭咧可能接近尾聲，特別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有機會重開啦，令到油價咧大幅回落翻嘅。呢個加拿大 S&P/TSX 嘅指數咧同美股都上升嘅，但係金價咧就反而都係上升喎。呢個咧信號咧好關鍵啊！資金一邊又追升，一邊又避險。咁美國同伊朗達成咗2星期嘅停火協議啦。咁但係實際情況係點呢？咁第二日又已經再有攻擊咯，雙方就互相喺度指責違反咗呢個協議。咁呢個海峽咧其實仍然未完全開放嘅。咁即係話呢個局勢咧都係仍然非常之少少脆弱，隨時會反嘅。喺加拿大嘅就業就回升翻，但係啲質素就偏弱啦。喺3月新增咗14,100個職位啊，但係主要咧就係啲兼職工作，全職嘅職位咧就反而減少咗嘅，失業率咧就維持翻喺呢個6.7%。咁數字咧就好似好好啦，但係質素咧就未夠強嘅。如果通脹再升溫少少咧，經濟同埋呢個就業咧可能會受到呢個壓力啊。喺美國方面啦，通脹升到去3.3%咧，近1年嚟嘅高位啦，主要係由於能源價格上升帶動啦。呢個 PCE 嘅核心通脹仍然係高企嘅，消費啊、嗰啲出口啊同埋嗰啲經濟增長咧就放慢翻，即係話經濟開始有少少減速，但係通脹咧仲未落翻嚟嘅。去到歐洲啦，呢個零售咧就下跌嘅，服務業就放緩咗少少，需求咧就開始減弱噶啦。但係雖然之前咧生產價格就下跌咗，但係能源價格上升翻嘅關係咧，未來嘅通脹咧都可能會反彈翻嘅。咁個重點就係歐洲啊，淨係處於一個低增長同埋通脹壓力嘅期間啦。現時嘅市場有3大關鍵啦，就係第一就係戰爭有啲進展啦，不過又比較唔穩定啦。第二就係通脹咧重新有啲升溫嘅效果。第三就係經濟增長咧開始放慢翻啦。呢個組合咧就代表咗未來市場咧會有啲波動噶啦。個市場係有啲升嘅，但係未必代表完全安全噶。真正嘅贏家咧，記住係有部署嘅你啊，係有部署嘅你。好啦，如果咧你想知道更多嘅咧，留意下我哋下一集嘅經濟一周啦。今次係咁多先啦，拜拜。